自2026年8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及格的唯一条件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腓立比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腓立比书第3章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恁着靠主来欢喜。我搁讲起以前所写的，对我并无麻烦，对恁却有帮赞。着注意迄阵到，注意遐个做歹的人，注意遐个家己挂上身躯的人。其实，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。咱通过圣神敬拜上帝，夸口基督耶稣无瓦靠外表的礼仪。若讲要瓦靠礼仪，我嘛话。若有人想讲伊会当瓦靠礼仪，我搁较话。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是以色列人，属便雅悯支族，是纯粹的希伯来人。对守律法来讲，我属法利赛派；对热心来讲，我是教会的迫害者。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，我拢无啥物通嫌。毋过，以前对我有利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家伊看做损失。毋若安尼，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。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，为着伊，我放杀一切，看万事做粪扫，是要得到基督，完全甲伊结连，无搁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义。我现在有的义，是通过信靠基督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，搁体验伊搁我的大能力，甲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。毋望家己嘛会当对死搁活。及格的唯一条件。早期教会外邦基督徒面对真大的挑战，就是总有犹太基督徒要求因必须接受割礼，而且着遵守犹太律法。对外邦信徒来讲，这是关系身份认同的问题。犹太信徒的要求差不多暗示，因必须先有犹太人的身份认同，才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。不过，身为犹太人的保罗，伫咧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，反对以肉体上的割礼作为上帝儿女的记号。保罗毋是反对割礼对犹太人的意义，伊认为接受真割礼是照着上帝的神来敬拜甲夸耀基督耶稣，较毋是倚靠任何外表的礼仪。保罗用家己做例说明，伊毋单单是天生的犹太人，搁较是严格遵守犹太律法的法利赛派。保罗对细汉就受到严格的训练，相当熟悉律法的规定。伊对律法的热心，互伊伫还未信主的时阵，诚做压迫基督徒的人。不过，当保罗伫往大马士革的路中，甲搁活的耶稣相遇，伊的性命改变，互伊对人生有了无同的想法。保罗指出，伊过去认为有用利的，现今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拢看做亏损。这是因为伊掠认捌主基督耶稣做至宝。保罗安尼讲，毋是否定犹太人遵守律法的意义，不过伊指出，遵守律法
毋是称义的条件。伊所要强调的是，人被称作义，毋是照着格例，是因为信基督有诶，是上帝所赐诶，是以信做根据诶。伫耶稣比宗教较大册中，提到一个对比。宗教讲，假使你若安怎，上帝就疼你。耶稣讲，上帝一直真疼你。可见，福音的本质不在伫咱遵守偌济规定，达成偌济目标，而是上帝一直拢疼咱。上帝照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，是无价的至宝。咱根本无需要用所谓的好行为来证明家己有资格得到上帝的疼。上帝的疼一直拢伫地，咱只要坦然接受这个事实，佮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。顶面所讲，这本册也讲到，上帝意思好像是及格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认为家己无够格。就亲像保罗伫还未信主的时所做一切，对犹太人的角度来看，伊是够资格做上帝的儿女。当保罗信主以后，伊伫上帝面前谦卑承认家己无够格，总是照着信心得以重回上帝的怀抱。亲像保罗共款，咱无需要暗藏家己的软弱，或者是企图借由外在的属灵表现来假做家己真好。咱需要的是以信心军队为咱被钉十字架顶，搁对死搁活的耶稣安然掠着伊。及格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认为家己无够格。这句话对我的信仰带来甚物款的启发？及格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认为家己无够格。这句话对我的信仰带来甚物启发？咱来祈祷，满恩典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伫我还无及格的时，你已经救赎我。求你予我学习承认家己的软弱，以信心安然掠着你，予我持续踮你的疼，得到恩典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，阿们。